這是一種小橙子。哎，玩这个。多喝点。味道真好，我学不准告诉外边，我敬你一杯。来，这为何物啊？这个呀叫羊肉串。这如此吃法倒也新奇。吃一个嘛。三哥怎么样？此物竟如此美味。来，王爷，来。不脏了。来，我教你怎么烤。好。特别简单。来，拿个扇子，刷点油。好。转一转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搅一下你们小两口。哎，王爷，我先借轻柔一下，一会儿还你啊。等我啊。就我也来试试啊。王爷，我帮您烤吧。慢着，让本王自己来。来来。哎呀，好了没啊？大头那边都准备好了，你快点儿。OK， 你那边，我那边。OK。来，好，王爷，你快点儿。小四，干嘛？跟我来。去哪儿啊？有一份大礼要送给你哦。这韭菜不就已经是大礼了？还有什么呀？哎呀，跟我来啦！哎，快点儿！来喝。哎，过来！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劫财还是劫色呀？你想得到没？快开！雨桐，雨桐，哎，切莫上前！我这是用西域幻术召唤出他的魂魄，你要上前，他就散去了。你胡说！雨桐明明还在世上，你如何能召唤出他的鬼魂？不可能，这一定是假的，这一定是假的！哎，小四，果然是你。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们只是想让你开心一下。逗我开心？逗我开心就用这种魑魅魍魉之术来哄我吗？叶轻柔，你们太过分了！小四，你别喝了。小四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给你道歉。那你能告訴我，雨桐到底是誰嗎？告訴你也無妨。雨桐是我心愛之人。雨桐與旁人不同，她雖然說是女兒身，但是酷愛戎裝，常常陪我騎馬、打獵，巾幗不讓須眉。就連這支簫，也是她送給我的。難怪。那他現在人在何處呢？他人在哪兒？我也不知道他人在哪兒。他仿佛就像在人間蒸發了一樣。那你這麼多年
是一直都在等他吗？青龙，你爱一个人，你可以等多久？我不知道。我可以等他一辈子。瞧见没有，这小子又能喝又能吃，天天晚上他都要喝，跟三王爷一个模样。你看看，瞧见了没有？哎，知道吗？听说那个二王爷，那是每日都为皇上祈福，特別誠心，天天都吃齋念佛呢。是，听說了，而且還聽說他天天服侍皇上喝湯藥啊！哎呀，真是個大孝子啊！哎呀，不錯，我想這二王爺將來必定有番作為。是啊，這要跟當年聖上一樣，那咱們百姓可就享福了啊！對，是啊，是不是啊？百姓的福氣啊！就是他知道，沒錯。臣見過皇後。哥哥來了，嫣然近日可好？好，還好，畢竟待嫁閨中，最近甚是乖巧。那就好，我還以為哥哥會為這段姻緣而生氣呢。啊，不，皇上既然開了金口，臣哪敢不滿呢？臣這次來，是向皇後娘娘報喜來了。哦，皇上身體抱恙，二王爺伺候在側，並且吃齋念佛，為皇上祈福。二王爺的孝心，真乃是江山社稷之福啊！臣兒一片赤誠之心，皇上也是十分感動啊。民間也在流傳，說二王爺是人中龍鳳，必是大福大貴之命。民間還有何謠言？這個，臣不知當講不當講。哥哥，我們是自家人，還有什麼話不能在我這裡說的嗎？啊，民間還在流傳，說皇上這次病重期間，三王爺、四王爺不但不侍奉左右，還在王府內狂歡嬉鬧，真是有失皇家風範吶。此話當真？民間是如此傳言，臣也不知真假。